寒流来来，高雄今日一下仔就降10度，寿山动物园嘛提早替动物斗电火破单啊，互因气烧。园区嘛特别注意，亲像绿菇等等这的变温动物，互因会当温温暖暖度过这波寒流。有寿山动物园公托性称号的乌熊宝贝，密伫壁边困，寒流予高雄气温降10度，但对原本生活伫海拔1500公尺以上的台湾乌熊来讲，大使算凉爽长好困，但嘛有袂少动物寒甲冻袂掉，就伫笼舍门口还是壁边避风。帮他们加保温灯，然后还有会装布幕帮他们挡风，然后一些室内宿舍比较怕冷的，我们会收进去，然后有些隔离宿舍门会打开。动物园提早为动物做好保暖准备，像魏德胜新电影的红毛猩猩咪咪，摸着保育员准备的毯仔行来行去，不时甲朋友揽做伙。来自热带的鹿居全徛伫暖顶下骹。高雄今年冬天日夜温差动唔动就接近10度，鹿居顶变温动物更加需要注意健康状况。像冷血动物，它们就会随着那个环境温度，它们的体温会有升降。那所以我们都会特别注意到这些的爬虫，特别是爬虫类。那我们就会特别交代同仁说，像这种温差比较大的时候，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个动物的它的活动状况。长臂猿伫半空中海来海去，囡仔欢喜徛伫玻璃头前互动。虽然天气真寒，长臂猿虎梦等动物耍真活泼。园方嘛将部分展区的笼舍大门开个，互动物随时会使转去笼舍保暖，确保动物会使健康度过这摆寒流。记者陈环宇、柯正俊高雄报道。